好多退休長者日日周身骨痛，夜晚聯轉反側，容易發噩夢。睇醫生做體檢又查唔出明顯病灶，只係開點安神止痛藥暫時舒緩。日日捱淺眠疲累，根本唔知根源就係枕頭底下隨意擺放個3樣雜物，殺氣日夜貼緊頭部，持續擾亂人體夜間修復氣場。今日陳伯同各位老友講一句掏心實話，我做風水57年，走遍兩港、港澳、東南亞上門勘察長者居所，單處理枕底亂放物件，導致長者失眠、筋骨痛嘅個案就有成8個10單。有人聽我勸鐵底清走枕底3樣殺氣物品之後，唔夠10日睡眠明顯變深，持續大半年嘅肩頸腰酸痛逐步減輕。亦有好多長者執意聽民間誤傳，堅持將尖毒剪刀、舊鞋、手機藏喺枕底，任由肅殺雜毒陰，氣重身，夜夜驚醒，朝早起身寒身沉重無力。今日唔講深奧難明嘅飛星術語，唔賣任何昂貴風水擺件，淨係極爽我親自上門睇屋嘅長者真實經歷，先完整拆解枕底3大禁忌物件，分別帶來嘅殺氣種類，對長者睡眠同筋骨帶來嘅具體損耗，每樣物件搭配2個虛構街坊真實故事，仲會講清適合擺喺枕底安神旺眠嘅平價物件，招室眠床全套調醒方法，4個千萬唔好踩嘅招室風水禁忌，獨居兩老同住嘅退休老友一字一句都要聽入腦，唔好任由細小雜日夜損耗自身元氣。先同大家講，2年前我去中山小欖幫67歲嘅貴姨上門睇屋嘅往事。貴姨獨居養老，常年聽街坊講枕底放剪刀可以辟邪，每晚瞓覺都將一把家用縫利剪刀塞喺枕頭底下，堅持咗4年。呢4年來，貴姨從未試過一覺天光，每夜3點左右必然驚醒，頻繁發驚嚇噩夢，朝早起身肩頸硬實如石板，腰骨酸痛抬唔起手，每個月都要去推拿睇骨科，花費幾千蚊都只能夠維持3兩日舒緩，夜晚依舊淺眠多夢。後尾仔女返鄉見，夏後一長年受折磨，專程透過老友介紹請我上門勘察。我行入招室，一掀枕頭就見到藏喺底下嘅金屬剪刀，即刻同貴姨拆解背後風水底細。尖做金屬屬從縮殺金殺人，夜晚入眠時身體陰陽調和，元氣最弱，頭部貼近縮殺物件，金氣衝擊腦部安神氣場，令心神長時處於緊張防備狀態，自然難以進入深層睡眠，睡眠修復不足，筋骨肌肉無法放鬆，日積月累就會持續酸痛僵硬，仲容易引發血壓、夜間波動、心悸驚醒。我同貴姨講，即刻將剪刀移走，千祈唔好再放回枕底推薦。佢換一小包乾薰衣草香，放枕底安神。每日朝室睡前開窗通風10分鐘。貴姨半信半疑將剪刀收進客廳抽屉。跟住我講嘅方法，擺放薰衣草，調整之後第7晚就可以一覺瞓到天光。持續3個月嘅推拿停咗肩頸、腰骨酸痛大幅減輕。夜晚亦唔再發噩夢驚醒，同貴姨同一條街居住嘅65歲蘭姨，同樣信枕下放剪刀辟邪，唔肯移走金屬尖絕物件，只係買多幾款補品調理身體。1年之內頭暈心悸次數越來越多，腰骨痛到難以落床，直到見到貴姨睡眠同身體明顯好轉，先下定決心清走枕底剪刀調理，1個半月先至慢慢舒緩不適。再講第2樣大忌物件，手機。上年6月，我去到佛山南海西樵幫64歲嘅榮伯睇屋。榮伯每日睡前刷手機，攰咗就直接將智能手機塞喺枕頭底下過夜，堅持咗2年。2年間，榮伯每日淺眠易醒，半夜時常腦袋嗡嗡作響，晨起頭重腳輕，頸椎持續刺痛，以為只係年紀大血壓問題，長期服抗壓藥都冇明顯改善。個上門勘察指出2層危害，
第一，手機長期運行會釋放電磁雜波，持續干擾頭部磁場，夜晚大腦無法完全放鬆休息。第二，風水上電子產品屬雜亂動氣，日夜貼近棉枕，會打亂姿室安靜陰和氣場，元氣無法順利修復，長者筋骨腦部長期受干擾，自然失眠酸痛叢生。我教榮伯每晚睡前將手機擺放客廳遠離眠床，枕底放一小塊圓潤白水晶安神珠室，夜晚少開強光燈。榮伯照樣跳靜之後10日，頭部昏迷感消失，頸椎刺痛次數減少大半，睡眠質量大幅提升。同榮伯同村嘅63歲強伯，同樣習慣手機塞枕底過夜，唔相信電子雜波影響睡眠，堅持每日睡前擦機裝枕底，半年之內頻繁頭痛，個城上下樓梯膝蓋酸痛無力。聽榮伯分享經歷之後先改變習慣，遠離眠床，存放手機先慢慢恢復安穩睡眠。第三樣千萬唔好放枕底嘅物件就係舊鞋。前年東莞虎門66歲嘅福姨習慣將當日穿過嘅舊拖鞋、外出皮鞋隨意塞喺枕頭底下，覺得隨手放方便。每日起身都覺得四肢沉重、周身軟痛，夜晚容易夢見雜亂無邏輯噩夢，胃口亦時好時壞。我上門睇見枕底藏住2雙舊鞋，即刻講清危害。鞋每日踩踏地面，吸納街頭雜毒地氣。民間亦有鞋等同邪嘅講法，舊鞋毒陰氣重，貼近頭部棉枕，會沖散人體夜間修復吉氣。長者元氣虛弱，抵擋唔住戾氣侵擾，就會周身疲累、筋骨酸痛、心神不寧。我教福姨所有鞋履統一放門口，鞋櫃唔好帶入朝室，枕底換方桿、艾草包驅度安神調整之後半個月，福姨四肢沉重感消失。夜晚唔再亂發噩夢，晨起精神清爽好多。呢3組長者真實個案，我同無數退休老友講過，好多人將長期失眠不明原因、筋骨痛歸咎於年紀退化，忽略枕底3樣殺氣物件，日夜貼近頭部持續損耗元氣。棉枕係人夜晚納氣修復身體嘅關鍵位置，容不得任何肅殺雜波、毒陰雜物擾亂氣場。而家我分開完整拆解枕底3大禁忌物件，逐樣講清殺氣來源，對長者睡眠同身體帶來嘅具體損耗搭配真實長者經歷。第一樣禁忌，尖金屬物件，包括剪刀、小刀、針線、新金屬飾品、金屬鎖匙、5行屬金帶，縮殺煞氣。夜晚人體進入陰靜修復狀態，頭部貼近尖冇金屬，金氣持續衝擊心神。3大具體危害：第一，夜夜多夢驚醒，難以進入深層睡眠，每夜醒來數次；第二，持續肩頸、腰骨、關節僵硬酸痛，推拿藥物只能暫時舒緩，根源誤解反覆發作；第三，容易夜間血壓波動、心悸胸悶，增加心系管不適風險。好多長者聽誤傳話枕下放剪刀辟邪，實際只會自招肅殺擾亂自身氣場。真正辟邪唔需要尖造金屬，後面會分享溫和安神驅動物件處理方法。所有尖造金屬統一收納客廳、廚房抽屉，遠離朝室棉床，千祈唔好再隨意塞枕底。第二樣禁忌，電子設備，手機、平板、智能手錄、充電器、小型電子鬧鐘，一類帶動態電磁雜波物件。2層損耗機理，現實層面電磁波干擾腦部神經放鬆；風水層面電子產品屬動亂雜氣，打破朝室眠床需要嘅安靜陰和氣場，帶來3大身體問題。第一，夜晚腦部持續輕微興奮，淺眠易醒，晨起頭重頭痛，腦袋昏沉；第二，長期干擾周身氣血運行，四肢筋骨容易酸軟刺痛。第三，心神長期焦躁，日間容易煩躁易怒，記憶力衰退。標準調醒方法：睡前半小時，將所有電子產品移去客廳書房，唔好擺放朝室，更唔好塞枕底充電存放。第三樣禁忌：蓋出穿過嘅舊鞋、拖鞋、破損鞋、女鞋，每日踩踏街頭泥土路人雜氣，
吸附大量落陰地氣。民間傳統鞋腰陰邪，藏喺枕底等同將集邪毒氣帶至頭部三大負面影響。第一，夜晚夢境雜亂，驚夢頻發，睡眠極度淺薄。第二，晨起四肢沉重乏力，周身軟痛，活動半個鐘都難以舒緩。第三，毒氣擾亂脾胃氣象，長者容易胃口差，時常腹罄不息，處理規矩。所有鞋類一律擺放門外鞋櫃，乾淨室內拖鞋，亦唔好帶入朝室，更唔好撞枕底。講完三大枕底禁忌物件同對長者帶來嘅損耗，接下來同各位老友分享4樣適合擺放枕底，溫和安神，驅毒幫助長者。一價天光嘅平價物件，全部唔帶肅殺氣，成本低廉，容易入手。第一，燻薰衣草香囊，溫和木氣安神，平復夜間煩躁心計，減少多夢驚醒。第二，燻艾草包，驅散屋內輕微毒陰氣，調和頭部周圍氣場，舒緩晨起四肢沉重。第三，小型圓潤白水晶，淨化磁雜波殘留，穩定心，改善頭重昏沉。第四，淺黃色圓形黃玉碎料，厚土和氣，緩解長者夜間血壓波動、筋骨酸痛。擺放規矩，每樣單獨小包放置，唔好多樣雜亂堆積。個枕底保持枕底空曬平整，唔好堆積多件雜物。隨後同各位長者講4大姿室眠床配套禁忌，就算清走枕底3樣殺氣物件，亂擺其他雜物，一樣會影響睡眠，加重周身酸痛。第一，枕底唔好堆積大量舊紙張、舊衣物殘缺、飾品雜物堆積，會令氣場淤塞，元氣無法流通修復。第二，眠床唔好橫過壓頂，天花板橫槓對住枕頭，同樣會引發頭痛、肩頸痛，需要掛小型銅壺嚟化解。第三，朝室窗戶唔好夜晚長期全關，每日睡前留少許縫隙通風，散走屋內一日累積毒氣。第四，眠床鏡子唔好直對枕頭，鏡面反射氣場，擾亂睡眠，夜晚要用布遮蓋鏡面。最後同各位退休老友講透風水底層道理，點解枕底3樣物件專門損耗長者睡眠，引發周身酸痛？風水入面，枕頭係人頭部納氣位，人白日在外奔波，夜晚靠眠枕吸收屋內平和吉氣，消復五臟筋骨。長者本身元氣衰減，氣血運行緩慢，抵擋雜煞氣場能力遠不及年輕人。尖隊金屬肅殺金氣，手機電子動亂雜波，舊鞋地底錄音器，3類負面氣場長期貼近頭部，持續打亂夜間陰陽調和，大腦無法深度放鬆，筋骨肌肉得不到夜間修復，日積月累就會出現夜夜失眠，晨起周身酸痛，反覆難忍。好多長者只會一味食補，做推拿緩解身體不適，完全忽略枕底細小雜物持續擾亂氣場，等於一邊補元氣，一邊被煞氣損耗，再多調理都收效甚微。同時亦要提醒各位老友，清理枕底煞氣物件只係調和外在眠床氣場，想要長久睡眠安穩，減少筋骨病痛，仲要配合日常作息習慣，夜晚少飲濃茶，少睇刺激畫面，睡前唔好思慮銀紙仔女勒事，心靜自然氣和，屋內保持乾淨光亮，陽氣充足，自然驅散濁陰雜氣。唔好單純依賴枕底安神香囊，忽略自身心態同作息調養。今日專門針對退休長者屋企有老人家同住嘅老友，完整拆解枕頭底下千萬唔好放嘅尖毒金屬、電子、手機、舊鞋3樣煞氣物件，搭配6個真實長者居住個案，逐樣講清每類物件帶來嘅失眠、周身酸痛危害，簡單清理處理方法，仲分享4樣適合枕底擺放嘅安神平價物件，同4大朝室眠床配套禁忌，無半句虛言空話，唔推銷任何高過法所有。安神材料雜貨鋪藥材鋪都輕易入手，成本低廉，操作簡單。無論你自身係獨居退休長者，定係屋企父母長年失眠，不明原因筋骨酸痛，都可以即刻檢查枕底，清理煞氣雜物，調和眠床安靜氣場，
夜晚一覺天光，晨起減少肩頸、腰骨痛楚，穩定長者身體元氣。如果唔分得清屋企招失邊類雜物，唔適合擺放枕底，或者想知道自身適合邊款安神香囊，隨時留言講清長者年齡同睡眠狀況，我得閒會逐單拆解回覆。中意呢條片記得點讚收藏，轉發俾同齡退休老友。好多長者唔知係枕底隨手擺放嘅雜物，會日夜損耗身體，長年捱失眠跟骨痛。轉發出去可以幫身邊老友及時清走殺氣物件，改善睡眠質量。關注陳百談風水，持續分享長者養老知識、風水眠床枕頭禁忌、居家安神化煞、各類接地氣實，用風水門道記住人到老年元氣本就虛弱。棉枕喺夜晚修復身體唯一關鍵位置，枕底一日留有肅殺雜波、度陰三陽物件，就一日瞓唔踏實，周身酸痛難減。即刻貼底清走三類煞氣雜物，搭配溫和安神小物件照成氣場，夜晚安穩入眠，晨起筋骨輕鬆，精神充足。千祈唔好心存冇項，覺得幾樣細小雜物唔會影響身體。日積月累嘅負面氣場持續侵擾頭部，再多藥物推拿都難以根治長年失眠同筋骨痛楚。及早整理枕底，淨化眠床氣場，先可以安穩度過退休養老歲月。